国际社会近来关心中东，虽然以色列伫咧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结束，到他也是禁止国外独立媒体入去加沙地区来采访，包括《纽约时报》、BBC 等等30外个国际媒体是联合要求以色列的政府卖去封锁加沙地区啊。不过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伫咧国际海峡是搁再来攻击甲哪吒，要援助加沙的军队掠走200个人。 包括《纽约时报》、BBC、路透社、美联社甲法新社在内31间国际知名的媒体，4月30发表联合公开批，强烈要求以色列政府结束900多天的封锁，开放媒体独立入去加沙采访，减轻巴勒斯坦记者的工作负担，同时也当甲加沙地区的真实状况呈现给大家。 Leaders of many of the world's largest media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Associated Press, the New York Times, and CNN, have all signed on to this latest letter. They note that attempts to engage with Israeli leaders and a case in Israel's Supreme Court have gone nowhere. They say that over 6 months after a ceasefire, it's now time for the restrictions to be lifted. There's been no response from the Israeli government. 这场联署批强调，新闻自由伫任何开放的社会，拢是上基本的价值。新闻记者也袂对以色列军队造成威胁。何况加沙目前是停火的状况，目前敢若有几个记者会当入去加沙，而且必须得爱有以色列军队随行，包括采访的范围、接触的对象，也有影像所在，拢受到严格的控管。因为外国媒体无通独立入去加沙，报道的重大差不多拢伫咧当地巴勒斯坦记者身躯顶，而且因家己也有真大的性命威胁。根据统计，2023年10月。 冲突发生了后，超过200个在地记者伫战争当中死亡。2024年，外国记者协会甲以色列最高法院提出诉愿，也毋过到今也是无效无实。另外一方面，以色列军队4月29暗时到30的透早，伫希腊克里特岛附近的国际海峡去查到一队想要去到加沙提供人道援助的军队，透过无人机的扫描、切断无线通讯等等的手段，爬去船顶掠人。落尾是有211个来自世界各地活动人士，互人甲掠起来，这当中也包括真侪记者。Bağlantılarına, Starlink'lere, telefon bağlantılarına saldırı düzenlediler ve 11 tane gemiyle bağlantımız koptu. Gemi derken şu şekilde göstereyim. Küçük tekneler.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答文强调，无任何船只甲哈马斯的支持者会当入去以色列的领土甲领海，这军队的活动人士会当返去厝，伫 YouTube 顶头看到加沙的状况。这摆航行的全球间谍军队规模真大，包括来自100个国家，差不多3000个参与者。以军伫国际海峡爬上船顶掠人，也引起国际谴责。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